Hello，呢度有位荷里士啊，咁歡迎大家嚟到今日嘅 Be Effective。咁今日呢，我就會教大家點樣成為一個有效率嘅絕地要塞間諜。作為一個間諜，你擁有偽裝、隱形同一擊必殺嘅能力，呢幾種能力令到間諜變成咗一個最好玩嘅角色，但係亦都令到佢成為絕地要塞入邊其中一個最困難去掌握嘅角色。咁所以荷里士我呢，第一個俾大家嘅 tips 就係大家要清楚喺乜嘢嘅場地應該用乜嘢嘅裝備，例如隱形手錶啦。當大家喺一啲狹窄嘅場地嗰陣時，大家就應該用死亡送終者，因為死亡送終者可以避免你喺狹窄嘅場地撞到敵人嗰陣時現形，增加咗你暴露於敵人炮火嘅機會。同樣嘅道理，大家亦都需要喺揀槍同揀刀嗰陣時花上更加多嘅心思，咁樣先可以幫助你成為一個更加優秀嘅間諜。咁荷里士俾大家第二個 tips 呢，就係雖然背刺係一個非常之有效嘅攻擊手段，但係亦都會令到你好容易俾敵人察覺，所以不妨喺呢啲時間多啲用一用你嘅手槍。咁咧可以避免你俾敵人發現之餘啦，亦都可以增加你同敵人之間嘅距離，方便你去逃走嘅。第三，你無論喺任何時候都要保持冷靜，就算你俾敵人發現並且開始攻擊，有時只要你扮冇事嘅話，敵人一樣會覺得只係自己睇錯嘅啫。第四，喺絕地要塞入邊，右邊係每一個玩家嘅視覺盲點。就好似而家呢一個狙擊手咁樣啦，我由右邊接近佢，佢連望都冇望過一眼。咁所以啦，大家以後去攻擊或者希望去背刺一個敵人嗰陣時，不妨由佢右邊去接近佢嘅背脊，咁樣你成功嘅機會率就會高好多啦。最後唔好唔記得用你隻隱形手錶去製造幻覺俾你嘅敵人睇。咁就好似我呢段片咁啦，因為我嘅偷襲失敗，所以呢，我就要逃走。我喺隱形之前呢，就係向左走嘅，但係當我完成咗隱形之後，我就即刻改變方向向右行，咁樣就唔成功誤導咗個工程師同個火焰兵向左邊繼續開火，而我就可以成功咁逃走啦。咁荷里士我啦，絕對就唔係世界上最優秀嘅間諜嚟嘅，但係呢一啲嘅小 tips 呢，就係我喺玩咗成100幾200個鐘頭間諜之後得出嚟嘅一啲小心得。咁希望對大家都有啲幫助嘅。咁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